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过29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晚先下面倒数台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在今仔日增加4个对境外入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咱台湾已经是连续5天无增加病例啊。不过，咱台湾的病例数已经有900人。进前日成功病院做副院长的黄宏安，因为牵涉到陈水扁国务机后贿洗钱案，遭出国际，近日传出已经过身的消息。跨党派立委乌西案其中所进行收贷刘当事长2000多万羁押已经半年，今仔日法院也准伊1000万交保。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4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而且是对菲律宾甲南非入来的。那讲到武汉肺炎疫苗的部分，敢有法度伫3月顺利摕到手呢？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讲，一寡大国家拢买真侪数量器，等于是全部包起啊。这款做法对防疫来讲是真不利的。国内阁新增加4个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分别是对菲律宾甲南非入境，然后提坐飞机3天前的检验阴性报告。指挥中心表示，第897、898、899拢是菲律宾30多岁的女性移工，1月14来台湾做工课，入境集中检疫到达无症状，3个人伫咧1月27接受检疫期满进前的采检确诊。第900例是台湾60多岁男性，去年10月份去南非探亲，今年1月12登来台湾，1月19小连续出现脑后痛、塌片、家扫，家己食药啊。1月20要向卫生单位通报，毋过表示食药了症状改善，无就医，而且检疫期满了后，家己前往就医采检确诊。接触者1人是同住家人，因为个案分住不同楼层，活动空间有区隔，列为自主健康管理。新冠肺炎伫咧全世界继续伫滚高，网络顶悬所出现各种无合度分别的信息，像讲歹出门，看疫情控制状好，若是治病，就算讲治疗好啊，也危症嘛会拖累后半世人，就要搁欠命陈时中。指挥中心搁一概驳回讲这是假信息，请民众唔通搁转达。我会自己要发相关的文，都会透过指挥中心，或者在这记者会跟大家来说明。就伫各国小连续开始做新冠疫苗的时阵，嘛，互各界真关心台湾敢是会当如期伫咧3月底摕到疫苗。指挥官陈时中坦白讲，真侪大国开始甲疫苗买断，甚至有国家买人口数量4倍的量。随方早地当预计这寡大国会买超过的量，啊，毋过世界卫生组织甲联合国所拢无够力去阻挡这寡大国。疫苗不应该用商品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应该是一个防疫物资，需要适用就好。如果有人去囤积抢购，那必然就会造成更加的不足。若是伫咧国产疫苗方面，除了前一日高端疫苗进入第2期的临床试验，是由数字高阁宣布有条件核准的阿升级进入2期的临床试验。但是中表示，高端受试者已经开始做，连甲技术性的资料补好了后，应该真紧地当开始做，对未来发展是真乐观。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伫台北市有一个对上海转来50多岁查甫人，拄结束14天的居家隔离了后，随和另外一位朋友相约，讲要去住饭店，想要到过2天却死伫咧饭店内面。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死者本人本身无武汉肺炎的症状，死亡原因也等咧调查。进前捌发生关仔站特殊隔离期间雄雄死亡的案例，伫台北市离岛受一查甫人14天的特殊隔离才拄结束，却是伫饭店雄雄死亡的事件。他是14号到27号，就是在检疫期间。那在这期间，他并没有相关的疑似症状哦。根据了解，这个查甫人50多岁，进前对中国上海转来台湾了后，伫台北市信义区的防疫旅馆进行14天的特殊隔离。离别隔离期满出关了后，迄暗甲朋友住伫中山区另外一间旅馆。不过离到早时9点，这查甫人雄雄喘气困难，朋友赶紧叫救护车，送医抢救了后，意外死亡。家属讲，死者有肝脏方面的慢性的疾病，而详细死因也会详验调查。一报才知道，看到底怎么回事。疫情指挥中心讲，这查甫人送病院时有接受新冠肺炎的检查，死因甲新冠肺炎是毋是有关系？爱等检验结果出来才会知。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疫情当咧严重，咱人人拢爱互相遵守规定措施。竟然有人登来到台湾的时阵，伫咧机场却无爱配合防疫，甲一位查某防疫官塞伫咧涂骹。另外，就是有真侪人有在调伫咧居家检疫期间逃走出去，却是无在调纳罚金。行政执行署对2月开始也要强制执行，会将名下的财产进行查扣。
过年福机场出现回国人潮，指挥中心预估尖峰7天会有2.1万人，旅客多也未少状况，有不少旅客不满集中检疫所的位置，对一线检疫人员发脾气。18甚至有为上海登来台湾的旅客，但上久想要闯关，竟然动手杀女检疫官。本国籍庄姓旅客因不配合检疫，且与阳性检疫官发生推挤，该检疫官遂对庄姓提出妨碍公务之告诉。本案因涉嫌妨碍公务，函送刑警大队侦处。另外，国家隔离或者是检疫期间违规案件也未少，不过有过半数拢无交钱。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营营自备启动的强力执行专案，去出来对查访，加速对欺负人、误检违规拢唔知影，不过关键表示会到3天纳钱。这一次的专案呢，我们在上午马上就查到了一位林姓义务人在楠梓区的住家附近公园内那边的车辆，另外一个林姓的义务人是在武庙的汤包经营汤包的义务人，那他也表示要办理分期。高雄分署自备处理3件，其中1件搁查扣汽车1台，因为违规在罚的交钱期限是7天，只要超过期间无交对以上强制执行。若是查扣财产无交罚钱的金额，欺负人搁无权去交，会限制出境。高雄为去年4月到即马限制出境人数有16人，交出来金额有402万。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有查到一间伫咧台中的工厂，因甲翠暗工厂买合法的翠暗转来，家己来进行包装。不过包装的过程当中，也出现安全卫生的记录，甚至有一寡翠暗已经卖予消费者。警方也甲现场的产品全部扣押落来。专案依照着早期罪甲违反药事法，当咧侦办当中。刑事局所查这间医材零售商发现业者家己违法分装翠暗，外包装的制作日期也表示无实在。查扣医用翠暗14万片，医用翠暗成品大盒加分装的纸盒仔3000块证物。业者出面说明，唔是家己分装，是因为印刷厂外盒印袂赴，才家己换包装。下一批货还来不及进去。然后可能我这里有一些零散的那个库存的盒子，所以等于是我贪图方便，然后我们自己先装几个。对，我们没有去做自己去做那个包装啦、分装的动作，我们只是换了一个盒子，就这样。检方之一指挥刑事局所查伫台中市西区的医材零售商，这公司无制作医疗用翠暗的执照，也无放电设置的设备，所向合法的翠暗工厂买医疗用翠暗，伫公司内底用手分装甲家己印制外盒仔重新包装整齐。依照法令规定，医疗用的翠暗爱伫无电式包装，工作人员也要穿防护衫。业者透过实体邮局也个网络在通路内卖。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后续会追查产品流向，办理回收。现场查获的违规涉嫌产品均已封存，后续将配合侦办进度，厘清业者违法制造期间及产品流向，办理回收事宜。业者表示，目前闹至市面的只有100-200盒，已经全部回收。不过警方调查发现，违法业者为去年10月就开始卖相关的翠暗，实际闹至市面的数量要来统计。检方后续会复审业者，专案以涉嫌早期罪甲违反药事法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发生群聚感染事件，最近桃园市的防疫措施也对咧加强，环境也进行消毒。市长郑文灿今仔日去视察中小机构甲百货公司，要看因的防疫规范。另外，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走来到桃园关防疫物资，表示讲要来烧天的心。另外，市长郑文灿也呼吁民众讲，唔通对桃园人有无共款的意见，防疫爱共心才是。这个是市长，对对对，你好，你好。陪老大人透过视线甲村里的人开讲，桃园市长郑文灿提到前往中间中签护理之家视察防疫作为，桃园市府考虑到疫情真严重，进行暂停长照机构的访视，民众该以电话也是视线来看亲友，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郑文灿嘛肯定护理之家用 App 落实人员的健康管理，会当做模范。郑文灿嘛去百货公司，表示伫咧过年前会针对卖场传统市场百货公司视察2摆以上，检视防疫措施。餐饮业者自主提悬防疫战级，启动用餐实验制，帮助后续追踪甲回溯。美食家除了有倒架帮，避免乱手传染，清洁人力和关杯，加强环境消毒，而且佮提供塑胶手笼，让民众安心。所有的卫生很好。
然后又有很严格的在监控，所以来买东西就非常安心。最近传出桃园市民伫咧苗栗金属强拒绝，搁一个引起歧视桃园的争议。地文才出席防疫会议，强调讲桃园不是疫区，针对桃园去红点有做记号表达不满，呼吁防疫爱共心。那桃园也不是疫区，桃园我们是采取了高强度的一些管制，希望降低社区的风险，这是必要的这个防疫的对策。大家携手共同防疫。台南市长黄伟提是特别招百送温暖，用行动来支持桃园，强调讲挺桃园就是挺台湾。关防疫物资包括2000领防护衫、5000罐漂白水、1000罐随身的杀菌喷雾，还有第三组啊，要来慰劳医护，来慰劳我们辛苦了桃园的防疫人员，包括警消或者其他的人员。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说他们心里面觉得说我们都站在一起，台湾就这么小，没有什么分你我的彼此的本钱。台南嘛出动2台消毒车协助桃园进行专区的大消毒，预计2月初2完成第1轮的消毒作业。针对连续5天本土零确诊，地文才唔敢放零，社区防疫做好，继续针对人较侪所在来加强消毒。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做新光病院副院长的黄宏安，因为涉嫌着国务机要卫生钱案遭对美国去，伊的亲小弟也证实讲黄宏安已经过往啊。法医也有确认讲黄宏安是夜枪对头壳开枪自我了断。这个消息一出来，前总统陈水扁也伫 Facebook 顶头表示哀悼。台北地检署表示讲，若阵确实有过往啊，对伊的处分会改做唔起诉处分。被假洗钱案件重要关键人物，新光病院前副院长黄宏安，2008年11月走到美国被发布通缉。这礼拜伫美国加州过身，享受74岁。伊的小弟黄仲安证实这项消息。美国法医研究所已经证实说是枪伤制裁的了，哈，这个是确定的。生命原因、死因，现在大家都是比较一个重大的问题了。提出甲阿兄最后一摆开讲的记录，停伫几若工进前，令黄宏安跟入前总统陈水扁的所高礼券、所高经营权，也有国务机要费洗钱这案件随行备案。伫洗钱案件内底，伊也涉嫌提前第一夫人吴淑珍保管上要珠宝选招要金钱，随后走到美国，原本讲会转来台湾作证，却是无看人，所以互地检组对证人改列被告，并且发出25年通缉到2034年。过了这么多年，相隔大洋。也没有办法见到面，所以得知这个噩耗，我们还是觉得非常的震惊，而且难过。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的震惊。他是我的好朋友。黄宏安在美国13年，即阵死伫外国，为少介熟悉好朋友，感觉真唔甘。但据讲，伊在2000年的政党的轮替是斗3工真多。而陈水扁伫咧面册发文思念，强调伊伫 SARS 期间做出真多贡献，因讲是抗 SARS 的无名英雄。而黄宏安的遗体经过美国解剖了后，判断是用枪自杀。咱方也经由司法辅助来向美方确认消息。承办的台北地检署，如果对于个案有需要确认消息，或是收集证据的话，我们都会很尽速的来跟美方联系所以只要他们提出需求我们会立即处理。由当时侦办这个案件，地检署已经废除相关的案件，由台北地检署侦办中。检方表示，等到确认过身，黄宏安的未起诉，法务部也全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发生立委集体受人殴杀案件，其中民进党立委苏进前去互指控讲，伊有收证泰流董事长李兴良的钱，大约是2580万，自去年8月去互羁押到今。台北地方法院伫今日开庭裁定苏进前1000万交保，而且也限制伊居住，也袂当出境出海。委员过年前能出去，你心情怎么样？谢谢，谢谢。民进党立委苏进清伫律师陪同下赶紧离开，面对媒体镜头拢无讲话。收押到即阵将近180天，将有得到交保。而同一天，伊的办公室主任伊学勇也得到交保。有什么话要澄清吗？请问你跟我女儿到底有没有受贿？
离到下晡2点，台北法院裁定苏进清甲伊学用分别以1000万甲150万块交保，并且限制自雇出境出海，并且每礼拜拢要去派出所报到。合议庭认为证人证据已经直接质问过，调查完成，无串证可能。虽然以涉嫌同罪有逃亡的可能，不过以足额交保，也有其他限制取代扣押。听到囡仔交保，苏进清的老母讲，囡仔转来就好咯。人大家拢交保出去啊，甲伊最后一个。要倒来该欢喜啊！哦，当然咯，当然。就无再倒来过年安尼，大家。系啊，是大人希望嘛，是希望安尼啦吼。这跨党派立委涉嫌贪污的案件，罪名现任甲前任的立委陆续遭到法院的扣押。不过涉嫌贪污的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早在起诉进前就以80万块交保。而涉嫌财产来源不明，也有偷走税调政务，相关是无报在外。所来国民党籍立委陈超明、廖国栋也陆续以500万甲1000万块交保。这阵涉嫌贪污上罪苏进清也是最后一名交保的立委。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年雨水较少，搁无风台，地处中南部欠水是真严重。伫咧大卡溪的水头有一个德基水库，水位伫咧离岛出现有史以来上界低水位，欠水量无到23%。台电表示讲，去年水力发电量只有用过一半尔。若准这水位继续落到1350公尺以下，就无法度发电啦。水利署也表示讲，目前生活必用的水暂时无受到影响。对吊桥悬的所在看德基水库，下面这条小河就是大家溪。跳水区看起来敢若像罗山同款，顺着地势行落去，本来所在拢已经真侪沙坡了。过吊桥的下游真的很暗。当地民众讲，水量变甲真少，下面的沙坡甲上悬的水位看起来就差几啊层楼。德基水库水量再少，水位是历年来上低纪录。根据大家溪发电厂德基分厂的数字，到下晡3点半。水位敢若剩1352.74公尺，跳水率只有22.5%，而这个数字比之前有记录的1975年的1357.45公尺也搁较低，根本就无啥水咯。你降到1340，它可能就可以支持19天，那1320以下完全干了，就没有水了。去年来说哈，我们这个灌肠水力发电只发了23.8亿度哈，这个跟以前标准大概在50亿度左右，几乎下降了1半。根据台电的统计，去年的灌上水力发电量只有去年的一半。灌上水力发电虽然看作是再生能源的一种，不过较受到水情的波动，而且发电了后的水就无多搁回抽转来。若是水位继续降到1350公尺以下，就会停止发电。而水利署表示，虽然这阵维持微量的发电，而这个水的资源也是使分配搁再利用，拿来当做我们的工业民生用水，以及当然也会保留给我们的生态的这个用水量，所以相关的这个水资源都是一滴也不浪费。水利署表示，水力发电的水量也是使经由石冈加马鞍坝来分配。另外，包括大安溪水源的李鱼潭水库，水情也算稳定。即阵到5月中，未影响到民生的需求。不过，水情的缓解也是要看春雨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咧进前逼出本土疫情，交通部也预测讲，过年期间民众要出门一定会家己塞车较济。高公局表示讲，除了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以外，也限制民众上高速公路的车辆数量。所山步坑内底慢速警示系统启用了后，要头一届面对春节疏运，高公局宣布春节期间各减低警示车距，若是甲警车离超过110公尺，车速伫65公里以下，就会伫咧看板写车牌来提醒，来维持车流顺利。因应春节疏运国道可能会逼量，上困难的国道5号、初1到初3，路南拄早起6点开始高承载管制，初3到初5下晡2点开始就北的高承载管制。国道1号、3号是伫咧下晡1点到尾暗6点。伫咧上北的部分进行高承载管制。如果有车流量严重的明显的增加的话，我们会增加我们的开放路肩的一个机动开放路肩的一个时段，那并且在一些比较重点的交流道采取一些比较严格的移控，尽量让国道维持一个行车顺畅的一个情况。若是伫咧过年期间，预计真侪民众会去花东度假，公路总局会伫咧南回、花东唱国，也有东海岸的公路分流来控管。部分公路都4线道减做2线道。另外，伫咧南回公路太麻里的金轮大桥，今年佫采取北段禁止倒弯入去庄仔头的措施，而且试办大客车优先道。那初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由屏东往台东的方向；那收假的时候呢，最后一天是从
台东往屏东的方向。那一样呢，是内侧是走我们的大客车，那外侧就走我们的小客车。以台东来举例，去年春节连续假期有56万外台车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东部可能有更较侪人来。台东的饭店业者表示，目前春节期间，台东县的平均订房率拢达到9成以上，真侪饭店已经另外找停车位，避免旅客到时阵无通停车。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这条新闻就要特别注意咯。交通部参考国外的法规，修正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若准过路人伫咧行过路人通行道，也就是斑马线过路线，咱骑车的人、驶车的人拢爱先让人过。若准无要让者，未来上悬有机会罚到6000块。过路人当要过车路，当外的公车甲轿车煞继续伫行，人甲车相闪，看起来真危险。为着保障过路人的穿越权，交通部公告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无论是机车还是汽车，伫咧交车路口若是无让过路人，罚款对3600提悬到6000。根据我们的统计数字，有60%的一些肇事在路口发生，所以从这个部分，特别是现在高龄化的时代。那有一些长辈，他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可能动作会比较慢一点。这届修法扩大让的范围，就算讲无斑马线的路口，若是无告示禁止过路人穿越，汽车拢爱让；若是无让，致使过路人受伤还是死亡，除了爱负民事刑事责任，行政罚款上关36000。另外嘛，照增加轻档新增加吊驾照的相关规定。我就觉得举证蛮困难的，因为我应该也没有办法当下，而且行车记录器也在对方身上，我应该没有办法直接的检举或是干嘛的。他们自己要左转或是要右转，那我们行人在走的时候，他们就倾向都自己就是都这样过去这样子，对，比较不像国外会让行人。有民众烦恼讲修法是好意，毋过基情是无简单。交通部表示，草案修正了后，会照定数公告60天，继续收集各方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若驶车爱注意，即马买车也着爱特别注意咯。经济部公布上新的轿车买卖定型化契约，参考美国的法案来做规划。未来消费者买车了后，伫180天内，或者是车开12000公里以内，发生6项大故障，或者是这个同款的故障修理4届以上拢修理无好，甚至是无方便的时间斗起来有超过30天无法度用车，都当要求厂商解除契约，无就是换新车互你。这个法案按算伫7月初1就要来实行啊！真侪人辛苦欠钱，想要买车，毋过若是买到一台有问题的新车，一定会真受气。经济部公告雷蒙车条款，未来消费者买新车，伫咧交车了的一定期限，还是一定的里程数以内，经过4届送修，也是无法度恢复正常状态，或者是累计无法度使用30天以上，会当要求换新车还是改约。这样的定下来，它就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联盟车条款是优惠，是更好的，对消费者是更有保障。你要看那个消费者对那个车的品牌有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你换新车，万一又一样的话，不是一样？经济部是参考美国处理雷蒙车的规定，伫咧新版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甲袂当记载事项增加新的条款，也就是伫咧交车了后至少180天，还是里程数至少12000公里以内，若是发生重大问题，包括驶车时阵常导火、档有问题、车失去故障、引擎温度称悬到前方，还有其他危害性命甲身体健康的问题等等，嘛会当要求换新车还是改约。一般因为机械的东西要跑了之后才知道是不是它有时候会临时断电啊，或是断油啦，或是产生一些异音啊，非常的大。所有的机械的东西，所有的产品都有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不良率，所以新车为了这样子，所以跟你保固1年、2年、3年、4年，它是这个意思。经济部强调讲，会伫咧7月初1开始，是因为台湾的车市有一半以上是外国车，需要半年完成期，让车商了解台湾有保护消费者的新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小组，今仔日甲中国科学家也有官员会面，进行病毒源头的追查工作。不过，中国有一寡所在疫情犹原是真严重，所有中国网友伫微博顶头发文章要讨救兵。不过，这寡内容无到15分钟就去互杀掉啊！另外，伫咧香港昨是临时封锁某一栋大楼，甲475位的居民做体检，目前全部拢是阴性的。
解读隔离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小组伫酒店外口散步，中国官员陆续进入酒店，准备展开面对面会议。计划拜访武汉实验室、市场甲病院，大批媒体正在翕到酒店外观，对着 WHO 开始调查新冠疫情的起源，大部分的武汉民众表示支持。如果说真的能肃然清楚的话，还武汉或者也好，或者还中国也好一个清白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吧。我觉得是这个有必要的。我觉得武汉不一定是起源，对，也有可能是其他地方，但找到起源的话也好。中国礼拜新增加52例确诊病例，其中36例是本土病例，以黑龙江省上最21例，吉林13例，北京和河北各有1例。尤其是黑龙江疫情19加啊，蒙奎是重灾区。中国网友伫微博求助中央，不过疫情的信息不到15分钟同贴图，造成东北疫情紧张的确定是黑龙江籍的姓林的民众为产品宣传引起的。伊是吉林通化市疫情0号传染源，密切接触者有144人。而香港第4波疫情依然继续在传，港府日前暗时封锁北角东发大楼，礼拜早起7点，大约有475名民众来接受检测，加在时并无发現有確診嘅病例。一知道有咁嘅消息嘅話，就應該就即刻要做嘢嘅，係啦，而家都算唔錯嘅。需要做檢測先入去，咁你又再話翻俾佢聽，巡查嗰個單位係冇嘅，咁但係喺個情況底下，我亦都登記咗個單位係我住邊度嘅。咁你冇理由去到我單位嗰度再同我講話，喂，簽咗張紙我揾唔到人㗎嘛？咁呢個就會比較奇怪啲。港府也在深水埗6棟被納入強制檢測嘅大樓採取執法行動，民眾必須提出強制檢測公告期限內底證明，才可到離開大樓。違反嘅人會被處罰。港府這強制檢測嘅做法，也讓民眾感覺真緊張。記者從下報道。講到葡萄牙的疫情是有關真嚴重，這2禮拜以來確診加死亡人數，來用人口比例來看，變作是全世界上界嚴重的所在，甚至是救護車甲病人載到病院，但是病院卻是無法度甲因收。當地政府也決定講要甲第2批的封鎖緊急狀態延長到2月中。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上大的聖瑪利亞病院，20病門口出現40多台救護車，攏在等巡迴救車頂的新冠確診病人。其他病院也陸續滿載，呼吸系統無夠使用，愛大量轉進病人。里斯本的軍病院1禮拜內趕工將所有應用的空間改做病房，分擔醫療機構都要擋袂住的壓力。候診室、自順室、中庭連餐廳攏改裝，不過只要有病床釋出，馬上被佔滿，人力資源完全無夠應付。Primeiros 9 meses nós triplicamos a nossa capacidade. Com tudo que está a acontecer no último mês, nós fomos obrigados a triplicar aquela que era já a nossa capacidade triplicada. 人口差不多1000萬的葡萄牙，20創下單日新增加16000多例確診，300多件死亡病例上了新冠。第2波疫情隨着耶誕新年團圓假期過後惡化真緊，統計顯示過去2禮拜感染加過身人數以人口比例來算全球上懸。專家批評當局先過萬封鎖英國加巴西航班，無法度及時阻止變種病毒入來。當局10月開始祭出第2波全國大封鎖，延長2禮拜到2月中，也決定個控管加西班牙邊境31開始限制國民出境。德國也派出軍醫專家去協助。總統透過電視演講警告，這馬是關鍵時期，呼籲全國配合防疫。E joga-se tudo nas próximas semanas, até março inclusive, para que a vaga inglesa passe sem surgir outra vaga de outros continentes, o que desde já estamos a prevenir. E a que custo, como sabem. 葡萄牙籍的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20日喺紐約總部附近的學校做第1期的新冠疫苗，佢推文呼籲國際社會公平為所有人提供疫苗。公司新聞是非常評價。那陣囡仔佇咧北都底着檢察處講，這囡仔有破相，敢會當甲囡仔提掉咧？佇波蘭因的憲法法院批准禁止拍貼法，這引起民眾的示威抗爭，甚至去到法院的外口來做示威，落尾也變做是警民衝突。有3位示威者去互警方抓起來。
几名酒店波兰宪法反映梦境的示威群众，伫甲警方对立几点钟了后，28透早部分小派激烈场面，至少3人被抓，其中之一是女权团体妇女示威运动的领袖克莱门提娜·苏哈诺。Nie można pozbawiać kobiet ich praw. Nie, bo to są... Kobiety są połową tego narodu, tak? I nagle połowa narodu została sama sobie i pozbawiona praw do decydowania o sobie. Tak nie można. 最后人口以天主教徒为主的波兰提囡仔法规已经是欧洲上严格，每年提囡仔数量差不多是1000件，估算20万人非法或者是去其他国家做手术。1993年胚胎缺陷应合法提掉法律，去年10月后宪法法庭裁定是违宪，佮规定只有伫强暴、乱伦或者是威胁保体健康这3种情形之下才能提掉。以2019年为例，98胎的提囡仔手术拢是伫缺陷的情形之下做的。27半暝过后，正式进入新法，这种手术就无法度合法了。Bardzo tutaj jest zasadne i racjonalne takie powiedzenie, czy takie przysłowie polskie, które mówi, że lepiej mieć 10 dzieci na ramieniu niż jedno na sumieniu. I myślę, że to oddaje właśnie też tą naszą filozofię tych, którzy bronią życia. 右派保守路线法律政治党讲要互选策委员会甲教育程度无关的人重新登记有真好的社会福利的传统社会。2015年赢到大选上台执政。摕囡仔一直是有无共款的意见，支持的保守派人士讲这是确保无出事婴仔情权，互女性免受摕囡仔创伤，佮呼吁政府爱扶持残病囡仔家庭提供另外资源。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辑。伫咧礼拜暗时，又有中国军机来扰乱台湾咯。这也是国防部今年头一届伫一天内面发布2届的中国军机动态，唔拿来扰乱咱台湾，甚至佮呛声讲要甲台湾相战。美国国防部第2杯表示讲，台湾出现正紧张的局势，也会继续挺台湾。这也是拜登政府上任了后，因为国防部头摆对着台海上升的局势发表评论。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将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共军机最近差不多逐工拢在扰乱台湾，29节起军事媒阁记录到有强机侵入台湾西南口桥。即马毋若日时有动作，2白暗时国防部佮真罕见公布2架歼十强机伫咧暗时的绕台记录。这嘛是国防部今年头一届一天公布2架强机动态。夜间时间的侵入我们西南空域的状况是，算是近期以来比较少见的。我们针对这样子一个持续侵扰领空的一个作为，当然我们表达是一个反对的立场。那当然，我们也只有强化我们的防空的能力，来确保国家的安全。空军表示，照惯例是派空中巡逻的兵力来应对，而且以公布距离防空飞弹来追踪监视。最近中共军机毋但增加扰乱台湾，中国佮定定放刁恐吓。真前国台办捌表示，台海军演就是要警示外部势力。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白佮呛讲，台独就是意思要征召，嘛互美国国防部出面，佮一再强调挺台湾的决心。一小撮台独分裂分子的谋独行径，就像是一个泡沫，又能翻得起几朵浪花。我们正告那些台独分子，玩火者必自焚。台独就意味着战争。Sees no reason why tensions over Taiwan need to lead to anything like confrontation, and so we find that comment unfortunate. 针对中国一直威胁讲要开战，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强调讲，美国军方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嘛，佮一个强调美国徛伫咧台湾关系法，啊，佮有美中3联合公布的对台承诺无变。这嘛是拜登新政府上台了后，美国国防部头一届针对台海上升的情势的发言。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第4季的经济成长率已经公布了，那甲去年主计总处所预测的是增加1.66个百分点，增加到4.94%。也因为第4季有成长的情形之下，2010年规年的经济成长率也来到2.98%，这也是30年来年成长率头一届赢过中国的。109年经济成长2.98%，较预测数增加0.44个百分点。2010年经济成长率不止成功保持，而且成长幅度将近3%。
全年 GDP 2.98%，主要是第四季出口表现真好，尤其电子零组件、自通信产品出口金额拢2位数字成长。因为国内的半导体厂商具有技术的优势，加上近年来国内制造业持续的在国内进行投资，产能不断的扩增，在地供应链越来越完整，带动了整个出口的高成长。台湾无受疫情影响，2020年经济成长率2.98%，全球已开发国家当中成长率上悬。甲中国比起来，中国去年经济成长率只有2.3%，台湾2.98%，是30年来第一摆超过中国。不过学者分析，经济成长率总额都亲像一个大水库，各国拢无同。尤其中国人口数真大，经济规模相对也较大。中国面部 GDP 总额去年第一摆超过100条人民票，合台票436条，8740亿。台湾差不多是10条新台票，经济体差真大，而且中国还在开发中，只要是疫情消息，恐惊2021年经济数据会更加悬。也就是说，相对来说，我们的成长的速度比人家快。可是呢，我们的水库是100块，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好，所以美国还是1000，好，中国可能还是700。好，那日本可能是600，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只是说大家在水库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水库扩大的速度、力量比人家高。学者表示，台湾经济规模小，过去经济成长率是10%以上，不过经济高度发展，台湾经济成长率其实都亲像日本、韩国同款开始转趋，未来中国也是安尼。不过台湾产业优势就是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台商继续回流，全球经济慢慢转好。主计总处预估，2021年经济成长率上看3.83%。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政府为着要支援香港人放领 BNO 申请入籍的资格，推出5+1签证计划，对30日开始开放申请，上紧在6年之内就当成做英国公民啊。不过，这个消息一出来，虽引起中国的调卡动地，表示讲对30日开始 BNO 护照，会当当作是旅行的文件加身份的证明。因为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英国政府宣布允准赴 BNO 护照的香港人摕到英国公民权，30日应开放申请。英国首相强生发出声明，对这项政策感觉骄傲，表示履行英国甲香港人之间真深的历史联系甲友谊，捍卫英国甲香港共款定时的自由甲自治。We would introduce a new route for those with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status to enter the UK, granting them limited leave to remain, with the ability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UK and thereafter to apply for citizenship. BNO 指的就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是香港主权移交了后制定一种身份。只有伫移交进程成功申请的香港人，或者是有 BNO 的家长写的名字才会使。原本应免签入境英国180天，不过袂当工作、读册、大或者是申请福利。新的5+1政策上紧，到6年就申请成做英国公民。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外交部表示，30日开始不过申请 BNO 护照作为旅行证件甲身份证明。英国现在所谓的 BNO 已经不再是原来的 BNO， 中方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自1月31日起，中方不再承认所谓的 BNO 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佮批评英国无顾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4年事实，无顾中方严正立场，公然违背承诺，想要将大批香港人变成自定英国公民，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佮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英国估算虽然有将近300万人符合 BNO 申请资格，不过真正利用新的签证方式带去英国的香港人差不多30万。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圣东中医甲救护中医，因为去年发生40位病人食汉药食甲盐中毒，台中地检署也依照着违反药事法甲刑法，甲因起诉。台中市卫生局也甲2间诊所的中医师陆世明、洪江宏移送庭戒，医庭会委员29也做出决议，别废止这2位医生的证书。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讲这2位中医师医疗方式无妥当，医庭会也决定要废止这2位中医师的证书。另外，无经过核准就制造药品的药厂，卫生局也要废止药商的许可执照。
农委会进前宣布讲，部分地区是停止引产压水了后，水圳无活水，进而出现讲生活垃圾水排入去沟仔内面。新竹在地农民是希望讲水利会会当放一寡水出来，互水流叮当，莫互水圳变做是臭水沟仔。用这个踮水圳内底拉叮当，会使看到水拢是黑色的，边个有死鱼啊、甲粪扫。住在附近的民众讲，自从停管无放水了后，田园附近的水圳常常就传出臭味。我拿出来哦，别味哦，就臭就坏。那是限水的问题还是怎样？结果大量的鱼它都死掉，那死掉的时候变成说它就卡在泥土上面，动也动不了，那就变成恶臭味就散发出来。因为欠水，农田水利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无放水，还过家庭生活废水，说吧，因为安尼无法度排出去，唔那影响环境，农民烦恼。停管时间若是搁继续落去，环境卫生互人真烦恼。这水沟底都有长那水草，啊，现在连那个水草，那全部死光光这样。是不是能够酌量的把这个水放一些水让整个灌溉沟渠能够流通，不要造成这个环境脏乱恶臭的这个情况发生了，影响在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在地议员呼吁新竹农田水利会应该爱看状况，尽速放水，避免民众因为停管造成生活环境卫生发生问题。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阳明山的擎天宫去年发生水牛死亡案件，阳明山管理处立刻将2只水牛刷对金山去。不过新北市动保处却质疑讲，因拢无事先通知，因为动物会有传染病风险。阳明山管理处是强调讲，刷位的过程当中拢有兽医等来监控。去年12月，阳明山擎天宫出现大量水牛死亡的事件，阳管处自当将2只母的水牛刷到金山，却无公告。新北动保处质疑有动物传染的风险，而且新北动保处派人去看，佮做周边环境消毒，佮调查水牛病史健康情形。其中一只细只水牛前脚肿起来。我们目前是没有接到这样一个信息，我会请我们的农业局、我们的动保处再做深入了解。依据动传条例，其实养管处或者是台北市，他们应该是要主动在移置前来通知我们动保处。这2只水牛据我们所知是没有去做一些相关性的动物传染病的检测。新北市动保处表示，新北有真济畜牧场，考虑动物疫病传染风险，养管处应该先通知主管机关。养管处表示，这摆是经过台北市动保处、台北市立动物园的授予，专庭监控评估安全无问题才送去，也排除有传染病可能。在1月26号就会同了台北市动保处，然后动物园，还有台大动物医院，大概有总共10名的兽医师全程监控下，就是已经初步有排除了一些相关传染病的一个可能。养管处表示，进前经过专家调查评估，亚化水牛无适合极地气候成长，去年底就已经有3回的想法，也强调是暂时安置。等水牛状况稳定了后，会阁开专家会议，拟定长期安置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头家，我要炒一盘萝卜。唔知观众朋友你敢知影讲，真侪店家因所使用的萝卜就是非洲鹿梨。不过近年发现讲，这款非洲鹿梨有人无爱吃啊，偏到野外去，却开始四界乱窜。这款鹿梨会食农民的菜水果子，农民也真头疼。单位头前挂规罐鹿梨壳，处理好的鹿梨肉一包一包放伫桌顶，还佫附番茄啊加高赞塔，这就是日茶店好食的料理——炒梨肉食材。抓到要怎么用啊？先热水烫过，再挖这个肉，这个就是全部里面都没有了。非洲大鹿梨一般是7到8公分，上大可能超过10公分，生团能力真强，甚至能生700粒的卵。身躯寄生虫真多，因为真微气氧，伫野外大量生团，给农作物造成农害。把田间的环境整理干净，不要有杂草或是落叶堆放在你的田间，减少说它会住在那边繁殖。那一个是它在那边出现，你也容易看得到，容易移除。鹿梨肉无煮熟，或者是青椒，有可能食到寄生虫感染，脑冒险甚至死亡。快炒店里面其实都有吃过非洲大瓜牛，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炒螺肉。充分的煮熟之后呢，加9层塔，其实它也是个很美味的料理。呼吁大家，非洲大瓜牛是可以吃，
但是绝对不要争执。过去的话，在国内也曾经发生过好几起了。吃了蜗牛后，其实它蜗牛里面污染到广东注血线虫，造成的一些严重的一些伤害，包括有一些脑膜炎，会有生命危险。原本引进国内要做好食面，却因为气象大量生炭造成浪害，让农民非常头痛。希望有关单位用到3天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彻底实体展览，因为疫情来停办。不过，台湾文学基地自29开始，小连续3天要举办小规模的册展，现场有不少台湾文学的出版品。就出版社表示讲，最近这1-2天，台湾本土网价的销量是增加要到3成。岛面拢是本土网家作家的作品，对惊戏题材到都市生活拢有。其中一本《暂时心安的》，作者为家己离开故乡的心情，其中一篇甲故乡阿嬷的对话，特别用台文字来呈现。他那时候就是为了希望可以还原阿嬷真实讲话的模样，他就有特地希望说可以使用台语文去写，就是那个汉字这样子，所以他有特别去，就是把那段的对话全部都是用台语的方式呈现。作者结合台语漫画，较有本土气味。漫画的出版社讲，虽然国际册展连2天来停办，不过去年的买气颠倒是成长要3成。因嘛发现，多文阅读的市场渐渐在发展。伫台湾文学基地，阁有一个册单啊，嘛正手持，尤其甲电影内底灵权概念用册本来展现，嘛正做学生上课的参考册。我们印象中，人权教育可能只有少数人在关注，但是在现在的教育现场，因为108课纲，它把人权教育当成是现在重要的素养教育之一，因此很多教师跟学生跟家长都有人权教育的这样的需求。台湾文学基地自29开始，小连续3天举办小规模的册展，让真侪出版社参与，邀请民众做伙来关心台湾文学。记者陈雅文、林秀凯台北报道。总统府最近发表2021年孤专乾坤的春联，其实这4个字是一个少年书法家王义顺所写的。新正几年之前，伊也等到家己教学弟妹安怎来写毛笔字，伊也分享着伊创作的过程。专心咧教国中的学弟甲学妹写毛笔，甚至亲身写互因看。王义顺虽然毋是学校的老师，也毋过伊所写的字，互总统府选作今年送互民众的春联。感觉说不会说那么的受那种拘束感，感觉很潇洒、很自由，发挥自己的想法。含义就是希望牛这个字就是坚定，然后转就是有用比较连笔的方式，让它有翻转的感觉，让整幅字比较灵动，不要那么的僵硬。即马搁咧读台湾艺术大学的王义顺，是家己市南塘国中毕业的校友。家己市政府教育处表示，因为王同学的作品，互总统府选做2021年春联创作书法家，所以学校特别邀请伊回来分享创作的经验。请学姐们来指导我们学弟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除了典范学习之外呢，还有更重要的是学习那份坚持的精神。因为他年轻就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他不像老前辈是很稳当的，他会从写的过程去体会，还有他年轻的思维跟我们老一辈的不一样。为要互学生了解书法艺术爱注意的所在，王义顺嘛现场写真侪春联来互学弟妹看。伊鼓励学生伫目前各种阶段，要甲基本的功夫训练好好，才过来思考作品当中要怎样来表达家己的想法甲个性。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台湾有真侪老厝内面也真奇卡，伫台北的迪化街就一间私人的博物馆，对今仔开始要展览彩绘、立图等等的传统技艺，甚至要请一寡古迹维修的老师傅现场操作，也希望讲这款传统的技艺会当一代传过一代。真实手咧使用工具，老师现场示范擦雕的技艺。这个擦雕的作品，就是用来写下台湾闽南建筑，表现出老厝水的所在。老师嘛伫大学教册，希望把这个重要的技艺传承给后一代。很了解这个传统的重要，嘛，互咱的一代啊，这个年轻的学子很想去学这个传统技艺，再不传承下去，我们这个技艺几乎要断炊了啦。
唔那查调的专家，还佫有真有名的中华河米彩绘世家，等甲第4代团结，嘛当场展出彩绘当中的打金技术。我这物件哦，拢爱为囡仔开始较好啦。学校因为囡仔我感觉是，你若为吼各种比较出来吼，力咧学物件较紧。因伫台北迪化街替拍拼保存文化资产的私人博物馆、迪化207博物馆，而到开店的老厝化妆师的特点，做回来点功夫。2楼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些工匠们的技法，你可以看到我们从剪黏、泥塑、脚趾陶、彩绘、木雕这5大的一个工艺技法。这个特点展出包括茶雕、彩绘等等的老厝装塔物件，除了展现传统技艺水，嘛希望民众行入来博物馆，亲身体验这寡重要的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中国、马来西亚，因拢有送王船的仪式。不过民间甲学术界却跳出来讲，虽然王爷信仰是对中国传来的，不过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伫台湾的传承颠倒是比较较完整，文化内容也较密深。也希望政府讲就要赶紧来重视。大卡波摆电视，台南的电图2019年被邀请到马来西亚马六甲青花宫支援文景活动。当时青花宫渐渐恢复送王船的仪式，其中的礼成安那摆拢是向台湾学习。但去年马来西亚和中国共同申请送王船仪式做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台湾却无办法参与。无毋对，咱是对中国大陆遐流传过来文化，但是你甲看释迦牟尼佛。伫印度敢有信佛教的，嘛无啊。互人叫做台湾第一乡的西港庆安宫，甚至记录保存所有迎送王爷的礼仪细节，对台湾较有优势的文化变作别国的文化遗产，感觉真烦恼。但文化部持肯定的态度。这是一件好代志，为什么？因为咱世界上各有一个文化，会当互更较侪人来熟悉伊，更较深入来了解的时阵，咱就会听到，咱就会知影就讲啊。台湾，咱整个的文化诠释权全部都互中国摕去啊！好，所以这是最严重的代志，这牵涉到咱规个国家文化政策、文化外交，甚至是整个国际文化政策观点好的一个施行。王爷庙是台湾数量上济庙，甚至比妈祖庙搁较济。迎王送王的方式，为南到北嘛真多元。学者认为，台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熟悉上少，希望国家会使搁较重视文化政策和文化外交。记者高友莹、林坤明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2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12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东部地区对13度到2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8度到19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